我就讲，愿我得着饲亲像鴿，我就飞去，得着安然徛起。我要飞去远远，飘伫旷野。咱三个吟诗，咱来吟圣诗36首，上帝的恩惠慈悲。圣诗36首，请起立。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，咱三个来祈祷。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，都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所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比列岛入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，当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现在掀开启应文40篇，伫圣诗后壁。启应文第40篇。那是以赛亚第6章。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，伫真悬的所在。你的门号随着来，看我献给。伫伊的周围有迄粒冰天塞，会伫遐侍候。因低处呼应。第声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。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。献体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，我知影，我袂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。嘴唇无清气的主名勇敢。第
第声，我的目睭有看到主，万风水上主。有一个40分的天使飞来我遮来我遮。你的手用飞天，你看见也面得用炭捂我的喙唇讲。这个有着你的喙唇。你的罪过已经除去。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，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我去？第声，我就讲，我伫遮，请找我。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创造万物，各为人施路拯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伫这个早起，阮教会众兄弟，阮做伙伫拜堂，也是通过网络，阮恭敬敬拜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早时你引带以色列人行出旷野死荫的山谷，伫21世纪之时，你嘛引带阮一步一步行出 COVID-19 的威胁。你捌伫沙漠中开出活水江河，你嘛互阮伫疫情中间有疫苗、有医药的供应，保护阮性命的安全。你捌伫旷野中为遥望的百姓准备吗哪，即马伫疫情停顿的经济中间，你满满供应阮的需要，互阮无欠缺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对人的疼，对古早甲即马超过人会当记载的历史。你是疼的上帝，有时阮的生命中，阮受苦，这是为着阮的利益。阮要因为安尼明白你的律法，阮要因为安尼看见你拯救的大能力，阮要听见你安慰的声。今仔日，阮来到圣殿你的面前，阮要大声出欢喜的声，阮要用懊恼回应你伫阮的生命中奇妙的作为。阮嘛要用音乐来献上阮的感谢，感谢你差派台北圣乐团来到阮中间，来带领阮做伙懊恼敬拜你，用懊恼的声，这嘛是阮经过疫情，阮经历着你的同在，甲你的救恩，行出死荫的山谷的见证。愿主悦纳阮的敬拜，我嘛为着阮中间身体欠安，也是因为疫情。袂当来聚会的兄弟祈祷，求主看顾因身体的健康，因的心内的平安。有为着疫情停止聚会的团契，看顾因中间也是有合一的心。阮伫暑假中团契也是家庭有安排旅游，特别是即马要去东部旅行的基督团契，求主保守因出入平安，嘛伫聚会中会得到造就。阮即时要开始，求主原来阮的敬拜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今日的赞美真特别，有台北圣乐团来到咱中间，因第一部分的赞美计入3首诗，咱第一首是起来主啊，第二首是行天路，第3首是甲我做清洁的心。各位兄弟平安。这条由我来代表台北圣乐团来请安。咱台北圣乐团的使命是借着伫咧逐教会中来献诗，透过圣乐传扬上帝奇妙恩典甲福音的真理。阮诚恳邀请，既若对合唱圣乐，也是对音乐侍奉有兴趣的兄弟，只要伫阮逐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练习时间，甲恁伫咧教会事工中无任何冲突的时阵，咱无分声部，嘛无任何限制，拢欢迎你来加入阮。阮的练唱的所在是伫咧台北市的永康街，
阮准备的福音经济会的卡片吼，咱顶外印一个 QR code， 会当透过扫描迄个连接，咱来看这个网络，会当搁较明白阮台北圣乐团。伫咧诗篇51篇有讲到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赐我新搁忠诚的心灵，毋通把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神的你圣的神。求你，互我衷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服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犯过失的人，互罪人通归向你。当大比例犯罪以后，先知拿单来到伊面前来指正伊，咱内心又兴起一个忏悔的心。但是伊来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清气伊，互伊的心回转到上帝面前，保持正直。伊也惊吓上帝会气杀伊。咱一般人咧来犯罪的时阵，通常拢会想要走闪。毋过大比得罪上帝的时阵，伊若无伫咧拿单面前见笑来受气。反倒等伊积极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勇敢承认伊家己的错误，并且恳求上帝毋通气杀伊。因为大比明白上帝救恩的快乐，伊嘛明白上帝的本质，伊嘛期待家己一直有按上帝的同在，通成做上帝的器皿，透过家己生命的经历来成做一个警醒。当你的内心来保持清气，你就更加容易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伊。你要时常来反省咱家己的心，敢搁有伫咧起初甲经历上帝的疼当中，迄种单单较无神的心态，这是亲近上帝重要的一个原则。今日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搁一摆甲上帝认罪来悔改。伫你的生命中，敢有任何代志需要更新、调整来接近？上帝疼爱恢复你的力量，你的心会当互你重新得力，甲主共行。即马咱一齐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这位真神。
真感谢台北圣教团的服侍，真水阁真感动的诗歌。咱做伙来读圣经，圣经记载伫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24节。圣经139篇第1节到第24节。耶和华啊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我坐落去，我爬起来，你拢知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行路，我倒伫眠床，你拢详细知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耶和华，我的喙所讲的话，你无一句毋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，换手伫我的顶面。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真悬，我袂会到。我要去倒落，闪避你的神；我要行去倒落，闪避你的面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困伫阴间，你也伫遐。我若天开青早的时，爬到海的极头来徛起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，你的正手也要牵我。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，搁四围的光要变做暗暝，就黑暗也袂会压砍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，黑暗甲光明在你看拢是一样。因为我的丈夫是你所创造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有庇佑我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。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我的心深知的。我伫暗中受造，伫地的真底受联络。迄时，我的形体无隐瞒伫你。我袂正形的体质，你的目睭已经看见。所定着的日，也袂有一日，拢记伫你的册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遐个数也到遮多，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多。我困精神的时，犹原甲你相夹伫地。上帝啊，你的确要招灭歹人，所以恁才会爱互人流血的，就离开我去。因为因讲歹话拄达你，你的对敌也滥散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啊，怨恨你的，我敢无怨恨因嘛？起来攻击你的，我敢无厌战因嘛？我真在怨恨因，掠因做我的对敌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带我行永远的路。是讲到咱请咱的张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乘着歌声的翅膀。我是甲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是至圣的上帝，你是创造阮的主宰。圣乐团所吟这诗歌，拢是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知，阮不过是人，伫阮的有限的中间，伫阮定定犯错的中间，阮需要上帝你恩典，你的赦免。恳求你帮助阮咧行天路的路程。不管是平安顺利，也是艰难困苦，求你引带阮，互阮会通平安得到王的京城，伫遐来条件创造我的主。主啊，阮抑阁伫世间的年日，阮需要亲像大笔的祈祷，求你甲阮创造一粒清气的心，甲我换心内面有正直的灵，互我的心灵搁较刻薄你。无贪恋即个世间，互阮知影，阮是你的囝儿，伫你的恩典的下面，就是有时阮犯错跋倒，得罪你，得失人。当我愿意伫上帝面前活倒转悔改的时，你犹原也伸出双手来接纳，来帮助阮。我满心感谢，通过这个真美妙的音乐来提醒阮。互阮行天路，互阮会通知影有主你的同行，
有助你的灵敏，你的同在。头前不管拄着什么款的事，阮拢无惊吓。有出伫人意外平安，要赏赐互阮。阮感谢你有真水的音乐，提升阮的心灵，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。即时就恳求你捆绑一切会颠覆阮的世情俗事，互阮的心灵单单来仰望你，互阮幸福伫你施恩的宝座前，亲像以赛亚所看见的情景。愿上帝名受高举，奉主名来，上帝你的正百姓，也是伫电视前、伫网络，甲阮做同心敬拜的，你着上帝你的祝福。同心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教会已经真久无圣乐主日啦吼。今仔日因为有圣乐团来，所以咱特别将今仔日家定做圣乐主日。我今日这个题目我看一寡人可能知影，这是一首歌的名。你敢知这首歌安怎唱？圣乐团毋知较会晓袂？要安怎唱？恁知影无？乘着歌声的翅膀，什么人做？孟德松反正圣乐团名无共就无共吼。大概你若小可听过，你就知啦吼。放一条，恁听看觅。看不知道，不知道有没有信号？看不见。大概咱先听安尼啦吼，所以你就知影即条歌啦吼。其实头先已经有人甲咱讲，即个是孟德尔松，是德国人所以是德文，这毋是圣乐，是一首的情歌吼。孟德尔松25岁，咱也毋知影东毋知影西的时阵，人伊已经是指挥家、作曲家、钢琴家，这是伊的代表作吼，短短总是旋律受世界逐时代人真喜爱。伊的歌词其实我想这个音乐较老人知，伊被归类为浪漫派，因为伊的家庭不知不如，所以成长的过程所表达出来的音乐就较喜乐较祥和。这首歌伊毋是词，毋是伊做的啦吼，是德国一个诗人叫做海涅。伊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歌词大概咧描写讲，伊咧做梦的中间，甲伊所爱的人，两个人敢若有迄个歌声，心内真愉悦，行伫印度恒河的边迄种的景致，敢若听即个歌名，咱就感觉真浪漫吼，乘着歌声的翅膀。头先你敢有读台语？我就想讲要听讲外场都坐着歌声会识讲，听起来就无啥共吼。其实孟德尔松吼，伊毋是干若迄首关于翅膀的歌吼，伊还佫有一首歌吼，是较属于圣乐，是基督的诗歌。Hear my prayer, all for the winds of dawn 吼。这首歌嘛是甲翅膀有关系吼。伊的歌词是讲上帝求你听我的恳求，我真毋茫有一个鸽子吼，这鸽子吼，看来咱会读咱拢叫做婚教啦吼，圣经拢甲读做钱吼。今仔日我佫学着一个圣经，看来咱会读迄个金句，叫做甲 KAP 甲。即马台湾人较少咱讲迄个，咱拢少讲婚教的时间。我愿有婚教的实果，会通任意翱翔。不管伫荒野中，我有一个所在，通好伫迄个所在内得到安息。咱的心灵时常飘荡，咱需要有一个安息，有一个会通互我伫遐来完全感觉放松的所在。
所以毋茫有一对实果，毋是干那孟德尔松。随上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139篇，大笔嘛唱一首，毋茫我有一个实果。我若天开清早的时，我要飞到海极头来徛起。就若伫迄个所在，上帝你也伫迄个所在。是我想咱一生的中间，咱看空中的飞鸟咧飞的时，可能逐个人拢真爱讲我若有一个实，我哪项真紧，想要去甚物所在？即摆遮尔热，我即摆来马上伫外潭边，毋知偌好。若有一个实果，我马上飞去伫遐。真侪人拢有即种的期待，以赛亚嘛有即个期待。咱拢真爱即个伊诗篇40篇讲，我毋茫我亲像鹰鸟会通体实飞悬，互我伫各种的即个景物的中间翱翔，我行无也走无线。所以有实果，敢若是人类共同的愿望。今仔咱用这做主题来看诗篇139篇。诗篇139篇，咱为1节到40节的规篇吼，大笔有讲到伊所了解的上帝，大概分做4部分的属性。你会通为第1节到第6节，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，你捌我，因为我是你所创造。所以我今仔日伫世间，不管坐落去起来，不管我咧困，不管我是甚物所在，你拢知。你对远知，你毋免伫我的边仔甲我监视，你对远就知影我的念头。你详细知，你深知我嘴所讲一切话。即款的知识奇妙，袂为测度。大笔咧讲，伊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咱时常咧想讲，我一寡稳捌的罪，藏伫我的心底，行为只要无人看到，无人知影，总是伫创造上帝面前，咱敢会通有任何的隐藏？刷到7节到12节，讲我要倒去闪避你的灵，我要走去甚物所在闪避你的面？有一天我若徛伫上帝面前，伊是用欢喜的面对我，还是用会甲我变面？因为我所犯的罪。我困伫阴间，我想讲我会通面上帝，我伫黑暗中，拢无采工啊！因为伊是创造主，伊是全能的上帝。大笔咧讲，即个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伊今仔日毋是干那伫南门教会拜堂，看来咱礼拜煞转去咱兜，伫咱的职场，伫你厝里的所在，你无一个所在会通倒向上帝的面。即种的了解，互咱会惊赢，互咱会惊无所不在的上帝。伊讲伊嘛是无所不能创造主宰。我的丈夫，咱中间有真侪有医学专科的这专业人士。我想恁伫咧行医的过程内底，你一定感觉非常的奇妙。人的脏腑、五官、身体等等，这是你所创造的。我的受造奇妙通惊。咱体内稍微不平衡，咱就完全没有办法承受。你的所做奇妙，所以佫落去讲，我暗中受造，伫地真底受联络，连我的也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目睭已经看见。即马美国咧辩论堕胎是人的权利吗？什么时阵人的性命才会通定义讲，这个受精卵是人的性命？那照圣经讲，咱虽然是反对堕胎，上帝咱还未成形的体质，上帝已经创造，已经知影，性命主权伫上帝。伊继续讲，所定着的日，也未一日拢记伫你的册。你的一生里面，你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各方面上帝清楚。伫伊的念理的中间，伊真清楚。所以，即种的我实在是无法度通了解。上帝，你对我的意思，甲遮宝贝。你今日互我拄着即个患难，互我拄着即项欢喜的事。有时我莫名其妙，总是这上帝拢伫你的念理的中间。伊讲我困精神，当我煞即个世间的劳苦，当我去到上帝永远的国度困精神的时，
上帝，你犹原要教我三角直的，因为你是无所不能创造的上帝。最后的4节，几节6节吼，伊讲上帝，你的确要招灭歹人。伊咧讲啥？上帝是一个全然公义、圣洁的上帝。咱伫最近，不管是对病毒的全球的大流行，也是乌俄的战争，也是一再发生伫世界各所在枪击，咱看即个世界一直咧沉沦，互罪恶充满。有时咱会感觉法律敢有公平？法律，咱即2天迄个杀死的人，虽然法律讲你无罪啊，总是伊的魂还阁伫心内。有枪击事件，虽然真有可能是判死刑，总是无执行。我讲美国的会有真侪人伫遐真不满，讲咱咧纳税金饲即种歹人，饲到伊死，安尼敢有公平？伫世间敢有公平？世间的公义，互咱会感觉讲，只有到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当至圣的主来掌管即个世界的时，迄个真正会和平，迄才会公义，才会到。所以伊伫最后，大笔伫遐来讲，伫即个世间有遮尔侪罪恶，遐个歹人，我绝对无爱甲因斗阵。总是伊无甲家己规律讲，我就是一个义人。伊伫最后讲，上帝啊，求你也监察我，你知我的心思，你来试验我，不管我拄着一什么款的代志，你知影我心内意思。如果我若有啥歹所行，有啥物罪恶，求你用圣心提醒我，伫我还阁伫世间的时阵，带我行永远的路，互我无偏离你的路。所以伊咧讲，四个上帝属性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全然神圣。若安尼的时阵，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是为创造的人，都爱战战兢兢、惶恐、戒慎、自省，毋茫咱困醒的时，上帝犹原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咱讲翅膀的时阵，今日咱读的摕启示文内底，我特别就是用以赛亚。大笔问到说，遮个人是毋茫讲我有一对翅膀，总是先知以赛亚真正捌看见有实的题材吼，伫即个圣殿内底，伊看见上帝阳光以外，上帝还有看见真正有迄个有实的题材。伊安尼讲乌西亚王死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。敢若上帝甲后一个衫，迄个衫吹落伫满圣殿，然后伫上帝周围有西拉兵天使，6个室。咱大部分咧想天使拢是2个室，伊看见是有6个室，2个室压面，2个室压骹，2个室咧飞。当然，迄个情况咱真好去想象。所以伊伫迄个所在看见，有一天无一定上帝也赏赐咱一个室。因毋是干那看见有实的天使，伊也听见迄个天使的歌声。我定定咧读圣经的时阵，真羡慕捌听见天使歌声的人。遐伫旷野咧过洋，遐过洋的人，天军天使唱伫地上和平归伫伊所听啦。天使的声毋知要偌好听，咱圣乐团已经唱甲遮好听，感觉我都听见迄个更较水天使歌声，即个唱，迄个好，敢若启应共款。伫圣殿内底咧唱圣在圣在圣在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，门厅因为唱号的声来震动。我想圣殿的门厅绝对非常的大。若因为唱歌的声甲会震动，你耳孔敢挡会牢？我毋知是啊。大概伫上帝的作为内底，你听起来很悦耳，总是迄种的神圣庄严，竟然向圣殿的门厅拢震动，甚至圣殿有神秘的迄种的烟雾 ，centers。如果你若倒转去听中世纪真侪遮的经文歌，因真爱唱圣在圣在圣在。才会
阳光归伫上帝真水的时光，门厅、圣殿拢因为安尼。有时我真个期待有一天上帝若愿意，互我伫圣殿内底会通经验以赛亚即种的经验。伫即种美妙天煞的歌声，甲上帝阳光下面，咱知影以赛亚反应。伊第一个反应是看见家己是何等的卑贱，何等的卑微有罪，我有知的。是啊，我伫阳光上帝面前，我怎么能够将我一生摆伫你面前，互伊看？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，我的心思所想无清气，我嘛住伫世间无一个喙唇清气的人的中间，伫上帝圣洁光明的中间，伫天煞的歌声的中间，伊深深感受到家己是我太有资格通徛伫遮啦。我的灭无啦，若毋是上帝你的恩典，我一瞬间就已经互上帝阳光来烧尽去啊！伊深深感受到家己的卑微。其实我想，我毋知你捌着即个经验无？毋是干那以赛啊，有时咱去听巴哈的，有时你去听韩德的，巴哈迄个耶稣人类的喜悦，迄种的歌，真正互咱感觉咱甲主迄种的亲近。韩德的迄种即个当末期扫角弹的时，死的人拢要起来，迄种的感动，海顿的创作，等等遮的圣乐作品，莫讲迄大堆头的迄个古典音乐，就是很小品的行天路，即个苏格兰、爱尔兰的即个歌，带我行即种的天路。咱头先所听迄几首，主啊起来，是毋是拢甲咱的心灵？敢若亲像以赛亚共款，伫圣殿内底提升到最悬的所在。圣乐真正是即个世间不配拥有的，是会通互咱听到是咱的福气。所以咱伫今仔日真感谢圣乐团，佫一届带咱到以赛亚迄个圣殿来听见即种的歌声。音乐是上帝，也是艺术是上帝互人上水的礼物。人会通过这。甲咱的灵魂体拢提升到天堂的境界，伫至悬至高上帝面前，以赛亚看见家己的误会，然后愿意降服伫遐。咱亲像大卫，亲像孟德尔松，我望上帝互我有一个纯洁，亲像粉鸟，亲像剪仔的实骨。互我伫罪恶即个土味中会通飞起来，提升到我至圣的上帝面前。所以大别讲，我若飞到天，你伫遐；我若落伫阴间，当我倒着死荫的山谷，看袂见光明的时阵，上帝你嘛伫遐。伫天边海角，伫死荫的所在，甚至到伫我困醒的时，我煞世间的劳苦的时，一瞬间性命拢会改变。安伯迄下早甲伊某做伙食早顿，伊某无拍算讲看袂着伊，所以忽然间你会困醒。若是我困醒的时，有缘甲你相隔伫咧。总伊11天来做礼拜，伊毋知影伊无法度通倒转去甲伊的厝里人做伙。总是当伊困醒的时阵，上帝甲伊相隔伫咧。总是抑阁你留我的活命，互我伫即个时阵。你的受造奇妙通惊，所以所定着的你甲我定着世间的日子，搁剩一天，搁剩一年，搁剩10年，拢记伫上帝你的册内底。所以恳求你带我行永远的道路。我的一生，特别是活的时，当我离开即个所在，即个时阵，我搁喘即口气的时阵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求你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。求你，互我知影，我都爱将永活去掉掉，因为我困醒的时阵，我要看见上帝伫迄个所在，带我行永活的道。所以今日咱感谢台北圣乐团，咱继续就请圣乐团用天使歌声
带着迄个生命的实果来回应上帝。咱来用今仔日即个金句吼，来做伙来读，来表达咱心内的祈祷吼。迄个鸽子吼，就是叫做鴿啦吼。伫圣经台语圣经伊翻做鴿吼。咱来读一解看卖诗篇55篇，做伙来读。我的心伫我的内面真苦痛，死袂惊遐教伫我，惊遐袅袅带教伫我，惊遐温密我就讲，愿我得到实，亲像鴿，我就飞去，得到安宁徛起。诗篇55篇4节到6节，做伙来祈祷。因为上帝恳求你赏赐阮实果，互阮的心灵得到音乐，互阮的心灵时常得到上帝你的同在，带我行伫永远的道路的路中。感谢你带领圣乐团，因亲像天使，伫以赛亚迄个圣殿，今仔日伫南门教会即个圣殿，带阮陪伴伫你。幸福伫你，伫你的引带内面来行阮世间的道路，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过来要请圣乐团吼，第2摆赞美，因要吟3首诗吼。第4首是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边，第5首上帝听堂行过一切，第6首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。这是阮继续要带来3首诗歌，其中一首咱真熟的，伫圣诗内底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边，英文叫做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伊的作者是叫做 Spafford， 伊是一个美国伫纽约的律师，伫西元1873年，因全家计划要搬过大西洋，前往欧洲来旅行。伊家己因为有一个生意缘故，伊煞无缀伊行。但是迄只船伫咧航行中，互其他的船只弄着甲沉去。伊的4个查某囝拢全部淹死，只有伊的太太独独生存伫个。当伊太太叫救着，到澳洲以后，伊发送一个信息叫做 “Saved alone”， 惊伊一个人去得着救。伊这电报互迄个 Spafford 收着了。伊前往到澳洲来探视，伫咧坐船的过程中，伊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才写了这个诗篇出来。伊虽然陷入极大的苦难当中，毋过圣灵较提醒伊，不论遭有倒种环境，我知我家己已经得到主的引带，所以伊游玩阁有平安。所以咱回想咱家己的经历，伫咧顺境中。要学老主、信靠主是足简单的，但是伫咧逆境中，咱该强调相信这个包含一切美善的主，咱爱训练咱家己的信心。愿这个作者伊的生命的见证，诚做咱的激励甲帮助，互咱知影环境虽然是会变迁，苦难拢会过去，但是咱所信靠这位神是永远不变的，伊的主爱甲信息永远伫地。会陪咱到万世代。这是咱一齐来领受上帝赏赐这美妙的诗歌。
因多谢圣乐团的服侍。今仔咱来奉献，请美心执事甲宝财执事。感谢，请起立。谢谢。以下来报告。各位消息，今仔日咱礼拜真特别，真感谢台北圣乐团伫第二场礼拜用真水的献乐来带领咱做礼拜，愿上帝会当祝福台北圣乐团继续用因的歌声来宣扬上帝的听，甲基督的福音。咱礼拜后，咱嘛继续会当甲因交易请安吼。咱即摆用掌声甲因鼓励者吼，多加因的加。谢谢吼。第二项，咱第三季的行事历吼，要排定吼，请咱兄弟会当会过目，若是逐项的聚会，若是爱更改，会当互办公室知影吼。第三，咱校报的检查吼，咱今年1月到6月的校报吼，伫后7月20日前，请到办公室会来比查吼。第四项就是即马热天吼，咱的用水甲用电拢增加。像咱伫教会伫厝诶吼，咱会当随手关电关水吼，咱会当爱护咱环境吼。团契消息，相信团契伫7月第3主日诶例会也是暂停吼，请咱相连诶兄弟会当注意。第二项，基督团契因伫即3天吼，伫花东有生活营有20位参加，愿主祝福因，嘛保守因出入拢平安。具体消息吼，咱诶好厝边吼，咱诶张志华兄弟吼，伫7月初9来过身吼，伊告别式是伫7月25拜一早起10点半伫第一宾馆吼，安顺厅吼，请咱会当由遗族来带到。咱教界消息有一项，咱中级的训练会吼，伫北中团导部主办，伫7月30吼，咱伫新店教会。刚书记淡江教会的庄玉明牧师吼，伊题目是从圣经看长子吼，请咱中级淡江会当踊跃来参加。大道事项吼，咱第一项为着咱的因为咧日本首相的代志吼，咱会当为国际情势，尤其是咱台湾甲亚太地区的变化来祈祷。第二，今仔日咱真感动，听到台北圣乐团真水的歌声，咱嘛为着因音乐服侍的事工。会当来祈祷。第三，咱为着咱教会暑假中间团契家庭的活动，逐项旅游的安全来祈祷。不是介代表教会甲圣乐团
甲恁谢谢我知影要到这个功力是台上10分钟，台下可能10年功啦吼。邀请恁后摆若有机会，请恁过来带阮用音乐来敬拜。多谢因，伫咱今日周报第2场，咱有夹迄个他们送的那一个迄书签吼，观众有 QR code 嘛吼，对永康街伫咱遮近近啦吼，因嘛上啦有趣味的，会通甲因团长刚刚有吼，甲指挥甲参加拜6下晡咧练歌真水的音乐伫迄个所在提升咱我望咱毋是听众，咱嘛会当听做唱歌学到上帝啦，多谢。谢牧师的补充吼，咱即摆入圣诗589首，亲爱主牵我手。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因带，甲咱正大家三合一的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，阿门。这阅读